出席今晚嘅李曉慧小姐分享會，歡迎大家。今日亦都係我哋新考評年度嘅第一個會議。雖然我哋因為颱風嘅關係，我哋由醫館轉翻嚟我哋 AEC 我哋嘅主場，咁我哋嘅熱情應該係冇變、唔受影響㗎，係咪啊？再次歡迎大家。我係今晚嘅大會司儀 Vicky， 係嚟自安利公司嘅業務部，歡迎咁多位。首先歡迎 A 房嘅朋友，你哋好嗎？掌聲歡迎 B 房嘅朋友，仲有 C 房嘅朋友，知道咧仲有線上嘅朋友，歡迎咁多位。亦都同時間，我哋要熱烈歡迎我哋今晚嘅主講嘉賓。特別喺馬來西亞嚟到香港嘅安利馬來西亞，我哋全球領導人行政鑽石李曉慧小姐，請用熱烈嘅掌聲去歡迎曉慧，期待曉慧陣間嘅分享。今晚嚟到呢一度，今晚嘅主題係未來由你定義，唔知道大家對於未來有咩嘅諗法呢？你會唔會去諗啊？你之後會做啲乜嘢啦？或者你會成為一個點樣嘅人？或者你會唔會組織家庭？定還是你有個機會可以創業呢？定還是你嘅心情係有一個迷茫不安，亦都或者係會期待同埋憧憬呢？希望在場咁多嘅朋友，你可以透過今晚嘅分享，去留意到我哋嘅朋友、我哋嘅嘉賓，佢哋透過安利係點樣改變自己嘅未來。我哋咧好希望每一位咧可以認識到安利呢份事業，多一個咧可以改變未來嘅機會。我哋呢個時候事不宜遲，將時間我哋交俾我哋嘅安利香港副總經理曾雍容女士 Anna 為我哋大會致辭，將時間交俾 Anna。各位朋友、夥伴，大家好！哇，好開心！雖然呢就打風，但係咧風雨無改，我哋眾志成城，今日齊集喺呢度，一齊開一個好年，好唔好？好！係啦，咁咧嗱，我見到有啲朋友陸續嚟啊，咁亦都今日即係一票難求，坐唔晒。咁啊，喺 Zoom 嘅朋友大家好，俾啲熱烈嘅掌聲，大家好，係啦，咁咧嗱，首先咧大家都繼續入座緊嘅時候咧，我想今日都好簡短，咁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究竟，我哋其實舊年有啲嘅數字做成點咧？咁做得好嘅，我哋繼續；有地方繼續進步嘅，我哋亦都要揸緊咁樣。首先呢，我好希望今日喺呢一度呢，好衷心咁代表安利公司，多謝舊年每一位出過力嘅朋友，係你哋嘅堅持、你哋嘅汗水、你哋嘅努力，你哋嘅努力不係咬住個目標，所以先至可以令到香港嘅安利呢做出一個亮麗嘅成績。真係要俾一個熱烈嘅掌聲大家。因為出邊嘅環境咧，確實真係唔容易嘅，我完全知道。咁另外咧，都希望借少少時間咧，係多謝我哋嘅同事，亦都多謝我哋體諒我哋嘅領導人，非常之合作。今日好迅速咁咧，同事就咁就可以令到今日呢個會咧順利咁喺度繼續進行嘅，亦都俾啲掌聲。領導人嘅包容，多謝你哋同埋各同事Kylie Amy 同埋Abby 嘅團隊。咁咧好快速咁樣係做到，我哋今日又仔仔一堂。好啦，咁另外咧，我亦都係想介紹我哋今晚隆重、非常之隆重，好榮幸邀請到佢特別喺馬來西亞飛過嚟，我哋嘅 GAL 行政鑽石領導人曉慧，俾啲掌聲，熱烈嘅掌聲佢。曉慧咧非常之難得。因為咧，我哋打風啦，佢即刻改晒自己啲私人行程，非常之錫香港領導人，一定要講，一定要分享，一定要令到香港更加好，係咪？咁所以咧，非常之感謝曉慧非常又有智慧又靚又 fit 嘅領導人，多謝你。好啦，咁咧我哋今日咧就個主題係未來由你定義，咁就開始一個新嘅考評年度啦。咁我哋首先咧就睇一睇
咦，我相信大家都唔陌生㗎啦。其實香港嘅經濟咧充滿挑戰，我相信每一位領導人每一日喺個市場部比拼都會 feel 到，其實我哋喺個零售業嘅總額咧，其實係有個負增長嘅。咁安利香港又點樣呢？我哋咧基本上仍然穩佔直銷 No.1 啦，亦都連續第7年嘅增長。呢一個年頭係踏入第8年。咁大家見到我哋係9月份雙位數字嘅增長，係咪值得一個熱烈嘅掌聲俾大家？我哋中國人講要開個好年，就係咁嘅意思啦。我哋其實全公司上下同埋在座每一位，其實都好努力。我哋啱啱出咗嘅推廣嗰個 pack， 咁我見到大家都好努力嘅銷售，所以咧有一個雙位數字嘅增長咧，希望我哋全力可以繼續 keep 住嗰個增長嘅勢頭。好啦，安利係一個以人為基礎嘅事業，所以咧我哋嘅創辦人咧係希望以人去幫助更多嘅人去達成佢嘅夢想，擁有佢嘅健康，擁有佢理想嘅人生。所以咧，其實我哋對於推薦人數呢一個環節咧係非常之緊要嘅。我亦都咧非常之感謝大家每一位，因為我知道推薦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係好有挑戰性。但係咧過往嗰幾個月業務部嘅同事啦，同各位唔同嘅領導人，我哋都有做深入嘅溝通，係做一啲 focus group 去了解下究竟其實推薦嗰度我哋點樣有咩需要咧？面對一啲咁嘅挑戰咧，我哋嚟緊咧都會逐步試一啲新嘅 program 同埋新嘅形式，好針對性咁咧，再舉行好多唔同嘅活動咧，係協助各位領導人咧去做更多嘅挑戰嘅。咁我都好開心話俾大家聽咧，我哋其實雖然挑戰咧係有推薦係有挑戰嘅，但係我喺過往個6個月，再相比再之前嗰6個月咧，我哋其實係回升緊嘅推薦人數。好感謝每一位，好努力喺個市場度介紹安利事業機會，令到我哋更加可以幫助更加多人嘅領導人。多謝你哋。好啦，另外啦，就係我哋另一個好重要嘅階梯，就係博金。博金喺我哋安利嘅事業裏邊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位置，我亦都好開心話俾大家聽咧。我哋其實新嘅博金喺過往個考評年度咧，亦都有雙位數字嘅增長嘅。俾啲掌聲大家，係大家嘅努力先至可以做到呢個咁靚麗嘅成績。好啦，呢一張圖咧，就其實我好中意呢張圖嘅，成日都拎出嚟睇下，哎呀邊啲窿可以再做多啲，跟住阿 Kylie 啊 Amy 佢哋都周圍望下邊個嗱，所以呢張圖咧就整合咗我哋其實從唔同嘅階梯，無論你喺個團隊入邊邊個嘅位置，我哋都有唔同嘅培訓或者知識或者係一啲支援，係俾大家咧係發展安利嘅事業嘅。咁譬如話，我舉個例啦。如果在座有啱啱入咗安利嘅新嘅 ABO 咧，咁我哋其實嚟緊都會推出安利學院，希望可以從知識啦、技巧啦，同埋一啲工具上面咧，協助大家係更加容易成功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12% 啦，去廣州啦，如此類推。我哋希望咧，無論各位領導人而家係喺邊一個階段，我哋都希望可以針對你哋嘅需要嚟緊做更多嘅支持，去協助大家成功嘅。好啦，咁我想講咧，8大全新業務支持。就係呢8大啦，你會見到好多我哋其實見到成日好似廣告嘅時候都會有 new。咁咧呢8大嘅業務支持咧，就係嚟緊我哋嘅 PY26係以前從來未有嘅，係全新去支持同鼓勵大家去發展你哋嘅事業嘅。好啦，另外頭先講到博金係一個非常重要嘅階梯，我哋咧安利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咧就係獎勵。我哋希望咧，各位付出咗努力嘅領導人可以得到獎勵，所以我哋咧嚟緊喺呢一個咁重要嘅階段裏邊咧，我哋亦都係有相應新嘅支援。喺除咗獎金之外咧，個人增長獎金啦、相似嘅獎金啦，除咗呢2個有增長之外咧，我哋安利亦都係非常之着重培訓。我哋除咗喺本地我哋除咗喺本地培訓之外，我哋會加到一啲領導力嘅培訓啦。另外喺海外嘅培訓，我哋都係喺最新加咗所有嘅博金咧，都可以免費
去到我哋嘅福岡，開唔開心啊？好，希望大家可以把握呢一個全新嘅組合，係爭取出席福岡。好啦，咁而喺市場產品同埋推廣方面，又有啲乜嘢嘅支持呢？我哋好重要，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品牌紐崔萊，喺個咁充滿經濟挑戰嘅環境底下呢，依然係 keep 住有6% 嘅增長嘅。掌聲俾大家，做得非常之好，各位領導人。好啦，小弟弟又點呢？看本稅其實我哋陸續呢都係吹嘅，小弟弟。嗱，呢個260% 嘅增長呢，確實係嚟自一個比較細嘅基數，但係呢，我哋好相信嚟緊呢，我哋會係唔止係幾百，甚至乎係好1000咁嘅增長。因為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就係市場部嘅同事呢，鍥而不捨，成日都咁追咧，最後咧，阿 Jasmine 同埋佢嘅團隊咧，可以俾個好消息大家，就係我哋全線嘅看本稅咧，嚟緊11月咧，都全部會有30片裝啦。係咪好高興啊？俾啲掌聲啊 Jasmine！ 阿 Gavin 唔知今晚有冇嚟，但係咧呢啲掌聲 Gavin 係啦 Jasmine 喺度嘅，而平均每一條咧係。相比以前咧，係平咗21% 嘅。咁所以咧，好希望大家可以用咗呢個機會，去真係可以培養啲消費者係 keep 住咁去食。我哋都知道咧，10條係唔夠嘅，係要好多嘅30條。咁所以咧，呢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去湊好呢一個小弟弟。除咗小弟弟之外咧，Nutrilite喺9月份咧，亦都係一個開咗好頭嘅，亦都係有一個好好嘅增長啦。喺嗰個推廣計劃裏邊，即係啱啱出嗰個基礎營養嘅promotion， 咁同埋另外業務部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配合，所以咧我哋基本上非常之開心，有個雙位數字嘅增長。我哋應該希望可以 keep 住呢個好嘅勢頭，繼續努力。好啦，咁跟住我哋喺睇呢個之前呢，我哋會送一個新年禮物俾大家。我哋去一條片先。紐崔萊係擁有超過90年植物營養嘅權威。我哋今年咧推出咗機緣恩活，
我相信在座各位領導人都 feel 到佢有幾咁震撼市場。嚟緊呢，我哋會將呢一個細胞換活嘅 concept 咧，係伸延到去個皮膚嗰度，會隆重推出換活肌膚嘅 longevity 嘅 range。所以咧，不見年齡，只見年輕咧，而家係雙管齊下。除咗內服之外，我哋都係可以外搽嘅，所以包你靚到揼一聲，非常之期待，係咪？好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除咗係細胞健康領域嘅先驅，而嚟緊公司咧，嚟緊個3年通往 A70嘅時候，我亦都會陸續推出更加多關於細胞換活嘅新產品，咁我哋會陸續 update 大家嘅。除此之外，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產品啦。之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啦，例如腸道健康啦，或者係另外一啲嘅 body key 啦，都係希望大家更加能夠有一個好嘅工具，有個利刀去發展個市場嘅。好啦，除此之外，頭先提過啦，Nutrilite 嘅小弟弟，我哋喺植物營養方面 Nutrilite 係一個先鋒，而我哋咧喺10年前大家都冇人講人工智能嘅情況底下咧，喺10年前已經喺安利中國咧建立咗個神農系統啦。我相信各位領導人都好清楚。咁而我哋而家咧更加咧安利香港會繼續發展漢本瑞。頭先講咗啦，有30時。咁嚟緊咧，我哋會更加多嘅系列，可以希望咧幫助各位領導人咧係提供多一個途徑去照顧唔同消費者嘅需要。咁除此之外咧，除咗產品方面，我亦都會深化中醫嘅知識，嚟緊會做一啲唔同嘅 training 去俾領導人，希望大家可以掌握到呢一個類別嘅知識，去令到更加多消費者咧明白漢本瑞呢一個嘅產品 range 嘅。好，除此之外咧，嚟緊我哋都會有一連串嘅廣告或者係支持咧，去省靚安利嘅品牌。咁暫時我哋未有進一步，但我哋嚟緊咧都會同大家再分享，我哋點樣令到更加多香港人感受到安利同埋紐崔萊呢一個咁強嘅品牌嘅威力。咁希望咧可以協助領導人咧去做銷售嘅時候咧係更加暢通無阻嘅。咁另外就係嗰個儀器啦，我哋啱啱咧 AI 嗰個儀器咧，好多領導人都好中意，因為可以咧幫助大家咧去做更加好嘅引流。咁嚟緊咧市場部嘅同事都會好唔得閒嘅，就會繼續喺個市場度揾一揾，究竟有冇咩儀器啊、試紙啊、測試啊，可以做一個引流，希望可以咧邀請到我哋唔同嘅顧客咧嚟體驗我哋嘅產品嘅。好啦，A70係公司10年先至一轉嘅環球盛事，下一次係 A80，係講緊13年之後。柴九講嘅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啊？唔係好多，所以如果唔能夠把握今次 A70呢個機會，就要等13年後啦。咁所以聰明嘅領導人，我相信大家都唔會等13年啦。徐醫生係咪？梗係揸緊呢一個 A70 3年嘅機會去做好。因為公司咧係會全力支持有唔同嘅配套，正如我哋今日又靚又有智慧嘅分享嘉賓曉慧，佢就喺3年裏邊咧就從加入安利就成為一個鑽石。咁雖然咧個可能唔同嘅領導人咧有唔同嘅步伐，但咧大家都可以根據自己嘅步伐，盡量去爭取呢3年達成你嘅夢想。呢一個係我哋公司全體都會全力、全意、全心咁去支持大家嘅。今日咧聽咗阿 Power Circle 阿曉慧有一句咧，哇好鬼入耳嘅，就即刻抄出嚟，抄下先。就係當你全力以赴，全世界人都會為你開路。我覺得呢一句咧真係講得非常之好嘅，正正咧就係可以配合今日安利香港全公司做緊、諗緊將會做嘅嘢，就係會全力配合大家，所以唔好等啦，即刻聽完阿曉慧嘅分享之後，就訂立你嘅目標 A70，我哋鑽石嘅喺倫敦見，好唔好啊？好，多謝大家。好多謝 Anna 分享，好多好消息係咪啊？
一定會再多再多，因為而家只係一個年頭，今年一計好到年尾嘅。咁我哋啦，一間有信譽、有實力嘅公司，亦都係掌握住啦我哋大健康南海市場嘅機遇，一份以人為本嘅國際事業。今日就係你哋選擇嘅開始，你今日嘅選擇就能夠改變你嘅未來。以下落嚟，我哋有幾位嘅嘉賓，係佢哋背景咧係截然不同嘅，好想透過佢哋嘅分享咧，俾大家去知道安理係點樣改變咗佢哋嘅過往，同埋咧嚟緊會改變佢哋嘅未來。而家落嚟啦，我哋亦都邀請到我哋安理嘅業務部嘅高級經理 Amy 咧，亦都為我哋呢個環節做主持人。呢個時間有請 Amy。好，唔該晒 Vicky。我今日咧要準備呢個 panel 嘅時候咧，就即刻令我咧諗起咗本書，唔知你哋有冇睇過？呢本書咧就叫做《高勝算決策》，有冇睇過啊？呢本書？呢本書咧嘅作者咧係一個頂尖嘅職業撲克牌嘅玩家，玩咗20幾年，贏過好多比賽。但係佢退役之後咧，佢就專心去研究喂，究竟咧人係點樣學習啦，同埋係點樣做一個決策思維嘅喎。咁我想問下在座嘅你哋，有冇人玩過啤牌啊？有，玩啤牌好快嘅就1-2分鐘咧就已經玩完一個牌局啦。佢發現咧，原來1-2分鐘嘅牌局咧，原來入邊已經牽涉咗一個20個以上嘅決定嘅咯喎。咁總結咗佢咁多年長年累積嘅經驗咧，佢就揾咗一個高勝算嘅決策思維。不過咧，呢本書咧就唔係教我哋點樣玩牌，亦都唔係教大家點樣賭錢。而係呢一個作者咧，就係希望用呢一個嘅思維去應用喺我哋工作啦、生活上面啦，可以幫助我哋做一個更好嘅決定。咁喺入邊咧，佢就提出咗其中一個策略咧，就叫10-10-10策略。你哋想唔想知係咩啊？係咩咧？原來咧，你做完呢個決定之後咧，10分鐘之後，你會點樣睇呢個決定咧？第二個10咧就係10個月後，你又會點睇呢個選擇咧？到10年之後，你呢個決定點樣改變你嘅生活呢？咁唔知接住落嚟啦，我哋呢3位嘅嘉賓啦，當初又做咗一個乜嘢嘅決定，而令到佢有今日自己嘅安理故事呢？咁事不宜遲啦，不過我都請佢哋上台，分別咧有翡翠陳家軒 Rocky， 跟住接住有請我哋創業者 Platinum 鄭永如阿於。跟住仲有創業者 Platinum 陳錦華 Quinton， 我哋掌聲俾佢哋每一位先。好，請坐請坐。好，仲有一支咪係咪啊？嚟緊。好，咁啊，不如熒光幕都顯示咗你哋啦，不如咧都請你哋同大家打個招呼 say 個 hi 先啦。先有請 Rocky。喂，好，我係 Rocky。咁啊，我而家係一個生物科技設備嘅一個銷售顧問。我係賣一啲過百萬嘅機咧，俾大學嘅 professor 嘅。大家好，我係阿於，我係一個 slasher 嚟嘅，本身係做 freelance model 同埋 KOL 嘅工作。Hello， 大家好，我係 Quinton 啦，我係一個媒體公司嘅老闆。好，再一次歡迎你哋3位。好。Quinton， 等我咧先訪問下你先。聽講你安理年資深厚啊嘛，梗係由你開始先啦。但係咧，我又知道咧，其實咧你係咧一度放低個安理嘅喎。咁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令到你再次回歸咧？不如將時間交俾你先，因為我知道你出邊嘅生意都做得好好噶嘛。係，好感恩啊。OK，好，大家好啦，我係 Quinton 啦。咁我咧就係我16歲嗰年咧就係參加安理嘅用家嚟㗎啦嚇。咁啊用咩咧？我成日講啲頭髮咁黑咧，我又用紐崔萊啊！我頭髮到依家都係黑㗎。咁我就16歲用家啦，跟住咧我又去到19歲應該1987年，唉，知道晒啲年紀添。咁一個87年，我係9月份參加。點解參加咧？因為咧我家姐當時買維他命之後冇買到，咁我19歲咧就買嚟繼續食，食到依家都冇停過。咁咧就係咁樣，我就參加。咁參加之後咧，咁我就有一段時間就發展啦嚇，咁我係年輕人咁啊，好努力去發展。咁啊，當時咧嗱，呢個見到係唔記得咗，多謝嚇，要撳。咁我就做廣告啦嚇，咁我就係呢個傳統生意。咁我就當時細個發展安理嘅時候咧，咁啊年輕人又冇乜經驗啊，係咪？咁啊又經歷錢又冇錢係咪？
咁啊，所以咧就好快咁樣就即係花花世界就係擺低安利啦。好啦，咁啊直至到去到2018年咧，咁我就重新投入呢個生意。點解咧？因為我推薦人咧就持續跟進我，咁所以今日咧你朋友未發展唔緊要嘅，佢跟進咗我20幾年，咁我重新發展。2018年咧，咁我當時自己個生意都咁樣做得幾好，但係佢就一句話，誒，不如你居安思危，睇到個機會。今日你個生意好唔等於將來好。好彩我就當時聽佢講，陣再講多啲點解，因為疫情裏面係好大影響到啊。好啦，咁呢個就係我參加嗰時候，即係以前參加到依家。好啦，咁當年我1987嘅時候咧，安利產品又少，又冇乜經驗。到我比較2018年我翻嚟嘅時候咧，哇，多咗好多產品啦。咁啊，第一樣嘢我即係年紀有經驗咗啦，係咪？即係老咗啦，有經驗咗啦。咁啊，又有啲社會經驗啦，咁又有有人脈啦。咁最重要係咩咧？安利生意有系統，有人教，有人幫啊！呢個係好緊要。咁再加上就安利公司俾我哋好多培訓啦，俾好多即係獎勵我哋啦。特別咧，我哋翻嚟咧有個核心加碼獎金，係咪好正啊？咁你做生意嘅，哇！咁當即係輕微就係搬龍門㗎。點解？越搬越近啊！等你容易射嚇。呢個我徐醫生教呢個，就係咁樣，我就睇得到安利呢個生意啊。點解以前同而家有分別？好啦，咁我撳多下先嚇。咁你見到以前個樣啦，係咪嚇？即係認唔到係咪？而家變晒樣嚟嘅當時係啦。咁呢個就係我以前嘅我啦嚇。好，咁點解我有契機？點解我要重新發展咧？因為就係一個嘅決定，就係我個仔嘅身體健康出現咗問題啦。當時咧，我個仔咧係好敏感啊。你見到濕疹好緊要，同埋佢係即係哮喘。咁啊冇方法啦。原來後來咧就我就係聽阿徐醫生個課㗎。當時係呢個濕疹與敏感症。聽完之後咧就利用營養素扭出來，加埋空氣清新機。我個仔平時個幾月就睇一次呼吸專科，3-4千蚊嘅。後來食咗維他命同埋空氣清新機之後，真係好翻。嗱，對住咪食啊，吸咗靚空氣。嗱，即係大家冇瞓覺啊。OK， 咁大部幾難食㗎，大家。咁你用咗之後咧，就發覺身體喂好咗。咁呢個就諗下就係當自己睇下，喂，原來呢個生意商機好大喎。咁啊，身邊多少少朋友都有啲濕疹係咪？有啲哮喘。如果你今日呢個生意同大健康掛鈎嘅，咁就非常緊要啦。咁我就睇通咗原來而家去發展就睇下點樣去發展，點樣去做啦。咁你咪講話我哋傳統生意講緊同安利生意乜分別啦？傳統生意你話錢係賺到，不過咧冇乜時間啊，好忙嘅，同埋我成日出差，即係孤身走我路。生意好，生意唔好就有咩暗啞底自己知係咪啊？同埋最緊要生意唔穩定，收入嘅嘢你生意多你咪跑到兩個，生意少嘅時候你就頭痕啊，喺屋企靠你開飯。咁所以啦，你見到同埋我係做咩生意咧？我係傳統生意係做紙媒 online， 即係網上都有，但係紙為主。咁諗下同大家分享下，有幾耐冇買過雜誌啊？大家嚇係咪唔見咗啦？如果我仲做緊嘅話，仲有得做，不過係影響到嘅嚇，仲有生意嘅。而家我都因為我做啲特別嘅生意，有機會再講下我哋嘅做法呢啲唔同。OK， 但係你諗下，如果今日嘅大健康產業係喺而家嗰個風口裡面嘅話咧，哇！呢個生意你就要捉緊啦。咁我安利生意又正喺我未需要嘅時候，我就去把握。咁跟住係咪有疫情啊？安利生意係救咗我一命啊！就係咁，你諗下喺裡面我哋嘅收穫好大啦。點樣大收穫咧？首先就係啦，我即係除咗我仔健康咗之外咧，咁安利咧就好多次咧，就係提升咗我自己屋企個生活質素。咁你諗下疫情裡面，咁你諗下每一分每一毫都係要努力賺翻嚟噶嘛。咁我屋企咧就係我從未攞過政府攞嘅資源去讀書嘅，因為好貴啊讀書係咪？我仔係讀國際學校，我女又寄宿，計數大家你諗下，淨係呢啲學費都唔少錢。咁你 Amway 幫你供好冇啊？當時 Amway 幫我供，我就哇舒服到不得了。呢個就係你當你未需要嘅時候，你就把握咗呢個機會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嗱，仲有啦，安利生意俾我關係好啊？點解啊？有女人去係咪關係好啲啊？
係咪？咁我女又識貨啊！舊年安利咧請我哋去地中海，佢掹住衫尾去地中海玩。佢話：爸爸今次玩得好開心啊！嚇，我女都喺度啊嚇，揮隻手啊嘛。咦，係咪喺度啊？唔喺度啊？啊呢邊對唔住，呢邊係啦。係陣間講你啊，Sita OK。好啦，咁大家關係就係有得玩，仲有啦，大家嗰個健康一路俾我哋成家人健康透過扭出來，全家人都健康。咁呢個就係好難得到啦。仲有啦，最好嘅收穫就係咧，當我女一齊去聽得多呢個安利生意，佢肯出嚟學習啦。咁你諗下讀緊大學嘅，咁出嚟學習一定學到嘢。咁無論喺人際關係啊、對人接物啊，同埋佢有時去做下產品示範啊、營養諮詢，咁係咪鍛鍊到個膽量啊？呢個都係俾佢嘅進步，同埋爹哋媽咪一齊去發展咧，個關係就係縱然有少少，即係一定有少少拗撬係咪？冇就假嘅。但係大家個關係非常好，因為成日見啊嘛。如果在座各位啲朋友，你啲仔女大啦，你想見佢一面都好難啊。帶佢翻嚟 Amway 啊，成日見面啊，大家關係咧一定好啊。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收穫，能夠得到即係安利生意俾我哋好多唔同嘅一步一步嘅收穫啦，係啦。好啦，咁所以咧，最後我就結語啦，就係啦，即係今日你睇得到安利生意，你能夠你嘅選擇就係定到你將來人生嘅格局。咁啊，安利生意就俾我哋揾到我哋嘅將來啦，我哋健康啦，我哋嘅財富啦，係定位將來。如果我一繼續去行嘅話，安利為我哋鋪路，即係大家都能夠得到呢個我所得到嘅嘢嘅。係啦，呢度先要分享，多謝。好啊，多謝 Quinton。30幾年前一個好簡單嘅決定，就係想試下用產品，但係冇諗過咧，竟然可以為家庭帶嚟個保障。再一次謝你嘅掌聲俾 Quinton 先。好啦，接住就係我哋嘅 Slasher 阿於啦，阿於你隻腳點啊？大家有心，唔使擔心。我係太中意做運動嘅，所以咧之前就斷咗前十字韌帶同埋內外半月板。咁但係咧，我食緊好多營養素同埋蛋白粉嘅，好快會好翻。好啦，咁我希望你快啲好翻，可以繼續做你中意嘅運動。咁阿於，我知道咧，其實咧你係咧好享受咧將你嘅興趣結合為一個事業。咁我又想，即係我好欣賞你嘅一點咧，就係咧你去人生規劃你嘅工作嘅時候咧，你唔係就係一定跟主流走。而係擺自己嘅興趣行先喎。咁其實當初你嘅古仔係點嘅咧？不如將時間交俾你啦。好多謝 Amy， 咁就同大家再次自我介紹啦。叫做阿於，我本身係一個 Slasher， 咁有接觸modeling 工作啦、拍攝啊、硬照啊，同埋都有做 KOL 嘅工作。大家可以 follow 我 IG。一定要 promote 㗎呢個時候。好，咁咧先講下我自己係點樣去參加啦。大概喺我19歲嘅時候咧，咁就經我親家姐就係我二家姐咧去介紹呢個生意俾我嘅。咁19歲嘅時候咧，唔知大家係點樣㗎啦？即係我係完全冇乜腦袋啦，聽唔明個生意啦，撈唔到機嘅。咁但係咧，唯獨是一個 point 我相信嘅係咧，我屋企人咧係唔會跣我，唔會俾啲伏嘢我嘅。因為佢自己都做嘛，係啦，咁所以咧嗰陣我就基於我相信家姐啦，咁就好聽話咁樣參加咗啦。但係並唔係好有信心自己要去做嘅，因為自己都唔係好知自己想點啦。咁差唔多去到20歲嘅時候咧，都喺人生嘅十字路口就好迷茫啦。因為咧講真咧，其實我係一個唔中意讀書啦，亦都唔叻讀書嘅人。咁既然係咁咧，我又唔想話特登花錢啊、花時間喺度嘥心機讀書，揀啲唔啱嘅科目咯。所以我就決定咧要踏出個社會，咁就冇學歷嘅關係咧，只能夠做啲銷售嘅工作啦。所以呢個時候咧喺我家姐跟住我嘅時候啦，我係不斷咁樣去出席唔同大大小小嘅公司啦，同埋團隊嘅會議嘅。咁就有一次咧喺一個好大型嘅團隊年會入邊咧，我聽到一個年輕領袖去講咧，佢嘅夢想咧係唔使翻工喎。跟住我即刻叮一聲嚇，原來呢個世界係有唔使翻工呢樣嘢嘅咩？我個教學唔係咁嘅喎，應該出嚟就係翻工做嘢、結婚生仔咁樣啦。咁係嗰次咧就開始燃點咗我呢一個夢想。我係想可以自己掌握我嘅人生啦，可以過一個唔一定要打工嘅生活嘅，係啦咁。就再同大家分享下啦。其實咧，我自己點解嗰陣會選擇做呢個事業咧？當然除咗我哋即係年輕人要揾錢之外咧，想同大家分享下，其實我覺得好得意嘅，因為 Amway 嗰個獨特性咧，就係對我嚟講咧，
我覺得好好，佢無論係我哋自己有啲咩嘅性格啦、學歷啦或者能力啦，佢都唔會去限制你咯。只要我哋夠想學或者想做嘅話咧，一定係有條血路可以殺出嚟嘅。咁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形象打扮啦，甚至係運動呢方面啦。冇諗過咧，原來喺呢一度咧係完全可以結合得到嘅。講個秘密俾大家知啦，其實咧我喺19、20歲嘅時候咧係完全唔識化妝嘅。係，即係有啲人可能會呆咗。係啊，咁但係嗰陣我第一批嘅化妝品啦，我記得都係 artistry 嚟嘅添。咁就好多得公司啦，同埋團隊啦，搞咗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美容班啊、化妝班啊，我先可以練到一身好武功嘅啫。仲有喺運動方面咧，即係自己本身其實係運動底子偏向中意跑跑跳跳嗰種好活躍性嘅運動嘅。咁但係冇諗過喺 Amway 公司底下啦，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會啊。之前咧公司就搞咗個 yoga workshop 啦，咁我完全係冇瑜伽嘅底子，但係都可以受邀請去玩呢一個跟星級導師啊林德信去學瑜伽喎。呢個係好難得嘅機會，即係就算我喺出面嘅工作平台啦，都未必可以接觸到話明星啊咁樣噶嘛，係咁，所以呢個係好開心嘅。最受寵若驚嘅係咧，大家見到啲相咧，其實之前都試過啦，俾公司去受邀請拍攝一啲宣傳項目啊，即係冇諗過哦，原來當你 ready 好，你係一個健康形象嘅品牌嘅時候咧，公司係會望到你嘅喎。跟住就試過曾經喺紐崔萊嘅體重管理比賽啦，成為一個其中一個宣傳大使啦，亦都係有做過 artistry 呢個品牌大使之一嘅。呢啲機會咧，其實如果接拍翻我原有嘅工作喺 model 事業上面咧，其實都好大幫助嘅，係幫我去建立到一個好健康啦、好有魅力嘅形象嘅。係咁啊，講翻自己，其實而家都發展咗8年嘅時間啦。咁咧喺呢8年入邊咧，我覺得自己個成長都幾大嘅，因為喺幾方面入邊咧，就係我首先第一樣嘢想分享咧，我係個溝通技巧嘅層面啊。因為咧呢個又要講下個秘密俾大家知啦，就係咧其實我中學嘅時候啦，我係咧一個學生會會長嚟嘅，哇！但係咧完全係被逼出嚟嘅喎，你知唔知點解咧？因為咧同成班同學一齊參選啦，但係咧嗰陣我係好細膽啦，又唔夠膽講嘢啦，我諗住做個文書仔嘅啫，點知咧就係成班人入邊咧得我一個 A 加操行。咁我就逼咗上台啦，係啦，咁嗰陣就好驚啦，因為咧早會咧上台要拉票啊，其實好短一句嘢，但係咧我已經提震啦，手又震，聲又震，咁樣係好驚大場合嘅。但係咧嗰陣決定發展 Amway 之後啦，都真係好多謝團隊同埋公司啦，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機會，不論係做 MC 啦，甚至係做教學導師，又或者係公司嘅大舞台啊，去表揚嘅話咧，都真係有好多呢啲機會俾我去鍛鍊到咯。其實呢一啲機會都係唔係咁容易擁有，即係我哋可能喺職場上面都未必有咁多呢一啲嘅舞台機會。我發現咗原來我都唔係一個咁靜嘅人嚟嘅喎，我而家講嘢大家都覺得 OK 嘛？係啦，咁多謝大家，我會繼續突破嘅。好，咁第二個嘅成長啦，就係喺嗰個演講技巧同埋膽量方面啦。係咁呢一個就頭先講咗好多啦，我哋都係一個比較簡單嘅成長環境底下咧，呢一樣嘢咧都係我自己覺得好突破嘅地方嚟嘅。咁最後咧就發現，我最大嘅思維成長係喺個蛻變啦，同埋格局嗰度啊。咁我自己會諗翻嘅係我都冇乜讀過大學啦，又冇諗過其實呢度可以識到咁多大學生啦，或者係一啲專才精英啦，或者係專業人士啦，又或者我根本就冇乜點樣去經歷過社會嘅洗禮，但係都冇諗過而家做人都可以面面俱圓喎，都 OK 喎咁樣。係咁就發現其實呢個平台咧真係有好多唔同性格或者係工作啦，或者係能力嘅人啦，佢哋係好包容嘅。咁我係好 surprise 自己可以喺呢度咧認識到一班好志同道合嘅 partner 咯。因為呢個係人嘅生意啦，我哋不斷去擴展網絡嘅時候咧，發現其實我原有 warm market 我舊嘅朋友，其實我哋都係好朋友嚟嘅。但係呢度不斷去擴闊到一個圈子咧，就變成更加多嘅一啲 lifelong partner 啦。係啦，咁啊，最後咧想同大家去講咧，其實我哋年輕人咧真係姓窮嘅，咁但係咧我哋窮係姓窮，大家冇聽過係窮一個字，係咁，但係唔代表我哋將來唔可以去賺取多啲唔同嘅
收入啦，或者唔代表我哋將來唔可以去試多啲我哋自己想做嘅興趣啊，或者人生咯。咁想俾一句説話大家就係、年輕人要聽住，我哋咧係一個未被發掘嘅寶藏嚟嘅。我哋想點樣去行咧，其實係靠我哋自己嘅決定咯。我哋有嘅係時間啦，呢個時間咧就係最好冇負擔咁樣去試一個創業嘅機會啦。多謝大家。哇！多謝阿於啊！呢個世界有一種幸福叫做 Do what you love, love what you do， 係嘛？好，非常之好。好啦，到 Rocky 你啦，Rocky 啊，係。聽聞你係潛力股嚟嘅喎。喂，你講呢啲，我聽講你用紐崔萊咧成功減重成功喎，係啊係嘛？減咗幾多磅啊？一陣間話俾你聽。好啊，咁而我知道咧，你對於健康觀念咧都有一個好有自己一套嘅諗法，不如將時間交俾你分享下。喂，好，大家好，我係 Rocky。多謝多謝多謝。咁我話説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因為屋企背景嘅關係咧，咦？喂，咁快出咗嘅？喺我係啊屋企嘅關係咧，就已經即係話俾我聽，我大個要做生意。但係做生意有一樣嘢係好緊要，你要睇嘅。大家睇到啲咩啊？估下係咩嚟嘅？冇錯啦，左手邊你見到阿媽，右手邊你見到隻貓，加埋係咩？冇聽到個答案，我以為會聽到添。當係 market 啊，做生意睇 market 睇市場係咪好重要啊？係咪先？咁我哋 Amway 生意做嘅一個點樣嘅市場呢？話說世衛講嘅，全球1/3人係死於無知嘅，佢哋唔應該死嘅，但係喺佢哋嘅一路以嚟，佢係唔知自己嘅生活習慣、飲食習慣出現問題。佢哋冇一個正確飲食習慣、生活習慣嘅觀念，所以透過 Amway 生意，我哋可以透過營養學，可以令到佢哋知識，我哋透過知識傳遞健康。咁而呢個健康嘅 market 係非常之龐大啊，係咪？而我哋可以透過 Amway 生意去拓展呢個咁龐大嘅市場。而我哋拓展呢個咁龐大嘅市場，我哋參加費係幾多啊？大嗱380蚊，仲要唔使入貨，唔使跑數，得閒先做，唔得閒可以唔做，唔識有人教，啲嘢過期 Amway 啃，唔做仲有得收。每100蚊生意 Amway 未扣除成本之前會俾咗30蚊直銷商先，風險由 Amway 承擔。我會咁講，比 sell 演唱會飛係嚟得更加有保障㗎。嗱，但係 Amway 生意咁好，啲產品都要好啦，係咪？咁當年咧，我去咗美國 exchange 咗1年嘅，所以食到成個人腫晒咁翻嚟。咁我都要試下 Nutrilite 得唔得㗎嘛？咁嗰陣時我用咗2個禮拜減咗8磅，2個幾月 total 減咗19磅。咁我人精神咗好多，去廁所去得好咗好多。所以我對於 Amway 生意我係非常之有信心嘅。但係究竟我係因為啲乜嘢？佢先我咁有 passion，一定要分享 Amway 呢個生意咧，要同人分享營養咧，係為咗愛定係責任咧？係愛啊！喺好耐以前，喺我初頭發展呢個生意嘅時候，啲前輩同我講，佢話：喂，你梗係趁後生，冇乜負擔，冇乜經濟風險嘅情況底下去創業啦咁樣。咁我嗰陣時覺得，喂，又啱喎。所以當年22歲嘅我已經決定咗為我人生作出超前嘅部署，為嘅係確保我嘅另一半同埋小朋友佢有一個好唔錯嘅未來。好浪漫啊！多謝。而呢一個超前嘅部署係非常之成功㗎。我係成功咁娶咗1個老婆，同埋生咗個仔。啊，唔係我生個仔，我老婆生咗個仔。啊，而家5歲。咁而梗唔係我生啦，係啦。咁而呢一個嘅超前嘅部署之所以成功咧，係因為 Amway 生意係一個你唔使有好多經濟負擔嘅情況底下去創業。而家我咧同我太太咧都有返正職嘅，加埋 Amway 生意咧，我哋有4份嘅收入。哇！我哋係一個 part time 一戶 part time 嘅翡翠。咁而當然我而家梗係非常之努力咧，一定要做大呢個生意啊！點解咧？因為想我老婆唔使做，我想佢有更加多嘅時間去照顧我同埋我嘅小朋友。咁而Amway 生意咧，亦都因為
即係疫情之後啦嚇，我結婚之後咧，亦都帶咗我哋去3個唔同嘅旅行。如果唔係疫情嘅話咧，係去多3個旅行。但係就算係疫情咧，我覺得 Amway 公司真係好細心，因為就算係疫情，佢都俾我哋喺香港迪士尼樂園過咗2日1夜，一個好溫馨嘅晚上。喂，好老實講，真係，如果唔係 Amway 生意，我係唔會去香港迪士尼過2日1夜嘅，我係唔會咁做嘅。睇得出，係啊，唔係，但係我想講有一啲嘅體驗咧，叫做唔係你有冇錢，係你捨唔捨得。因為 Amway 生意，所以我先有機會喺香港迪士尼過呢2日1夜，俾掌聲 Amway 公司。仲有好多禮物送，仲有呢一個 Apple TV 添。咁跟住之後咧，我哋仲去咗紐西蘭啦。我哋隨團咧有好多好好嘅攝影師幫我哋影好多靚相啊！咁啊，仲有地中海遊輪啦。我哋做咗呢一個少林寺18銅人啦。跟住哇，呢個真係好靚！今年2月過咗一個白色嘅冬天喺北海道，真係好靚咁都係因為 Amway 公司。咁下年我哋去黃金海岸澳洲嗰個咁我係非常之期待，係澳洲嗰個，梗係澳洲嗰個啦，係咪大家知㗎嘛？咁嚟緊我都非常之期待咧，每一年 Amway 帶我去嘅旅行咁亦都希望我仔大個之後，咁我可以透過 Amway 嘅生意咧，去帶佢睇多啲嘅世界好似 Quinton 帶住阿女咁樣咁而咧 A70 啱啱講咗啦，嗬，已經宣布咗喺邊度慶祝啦嘛。其實公司都為咗我嘅屋企人作咗一個超前嘅部署。其實我哥哥咧幾年前係成家人移民咗去英國。咁當我知道咗 Amway 公司係宣布咗係倫敦之後咧，我就將呢個消息 send 咗去我屋企嘅群組嗰度。我哥哥應該都睇緊哥哥話加油努力，到時睇下可唔可以我哋全部人喺倫敦相聚。我希望呢一個超前嘅部署係好似當年我22歲嗰陣時嘅超前部署一樣咁成功，同埋希望在座咁多位可以喺今晚聽完今晚嘅分享之後，為自己嘅人生作出一個超前嘅部署。A70 倫敦見，多謝各位。多謝 Rocky， 因為愛，因為責任同埋超前嘅部署，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有4份嘅收入嘅，你哋話係咪啊？俾啲掌聲 Rocky 先。咁喺度咧，再一次多謝3位嘅分享啦。咁喺最後咧，佢哋聽完佢哋分享咧，我都想留低一個問題問大家，就係究竟喺10年前有冇一個決定，直至到今日，你都係心懷感激自己呢？而去到今日啦，你哋又容唔容許再為自己作一個新嘅決定？10年後嘅你都會好感激今日呢個決定呢？所以最後送俾大家，未來真係由你選擇。再一次多謝 Quinton 阿於同埋 Rocky， 請你哋咁多位先行就座。同一時間咧，亦將時間交翻俾我哋嘅主持人 Vicky。唔該晒 Amy， 亦都多謝3位嘅嘉賓咧，為我哋去分享。再一次用熱烈嘅掌聲俾 Rocky、Quinton 同埋阿於。聽到3位嘉賓嘅分享，我就知道無論你係咩背景、咩年紀，你都可以作出呢一個選擇，因為安利嘅機會隨時等緊你，等緊你嚟去選擇改變你嘅未來。希望你敢行動。有夢想嘅人就而家開始去決定。以下落嚟，我哋咧亦都會有我哋咧透過一條影片啦，去介紹我哋今晚嘅主講嘉賓。呢位嘅主講嘉賓，佢係法律系嘅學生，咁做過新聞嘅主播啦，又做過活動嘅司儀啦。但係佢咧係選擇投身安利，究竟係因為咩原因而佢有呢個嘅選擇呢？我哋有以下呢條影片細心欣賞。馬來亞大學法律系畢業。合格專業律師，電視主播。很多人羨慕我，不管是在哪個事業跑道，都是無往不利，總是轟轟烈烈，好像沒有不成功的。老實說，我也挺羨慕我自己的。我羨慕我自己從小到大都與夢想同行，我的人生都在追夢和圓夢中前進。有人說我是高富美，其實啊，我是夢想美。在順境中，夢想給我們不設限的勇氣，
在逆境中，梦想给了我们改变的希望。我的父亲原本是做一份领月薪的打工仔，但是因为家里有11个人要养，负担太重了。还好他转行当小贩，不然啊，我们应该连3餐都会有问题。他们宁可辛苦一点挣钱，也坚持再穷不能穷教育。我在父母的身上看到，改变就有希望。一天，您好，我是李小慧，欢迎收看华语新闻。我说他的形象可能不是这么好，那其他2位也不见。我现在人还在白金汉宫前的林荫大道。我从25岁开始在电视上主持节目，但是当时我非常没有信心，因为我不上镜，声音也不好听，甚至有人说我的声音是残音。但是啊，这是我从中学开始的梦想实验，不可能就此放弃吧。于是，我专注发挥我的优势。利用我最有价值的思想，做好节目内容。在面对再多的压力，我们过去的坚持都是值得的。30岁以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也发现我的梦想的人生不只是为钱卖命，我想要有更多的时间。人生有2条路，一条是必须走的路，一条是想走的路。你先把必须走的路走得漂亮，才可以把想走的路走得精彩。一个人的成功，不是看你赚了多少钱，而是看多少人因为你而实现梦想。梦想本身不会发亮，发亮的是追求梦想的自己。祝愿荧幕前的每一个你，每一次抬头仰望，每一天迈开脚步，都是为了梦想。愿你成为自帶光芒的夢想實踐家。喺呢個時候，請用最熱烈嘅掌聲邀請我哋今晚嘅主講嘉賓，安理馬來西亞全球領導人行政鑽石李曉慧小姐，將時間交俾曉慧。好，謝謝大家。好，大家請就坐。四海之內皆兄弟，那更何況是安利的家庭內的，所以我們都是兄弟姐妹。好，各位香港安利的兄弟姐妹，不管是在現場還是在不同的角落，通過線上參與這場會議的所有的家人們，大家早上好。為什麼我們說在馬來西亞我們說早上好，不管什麼時間都說早上好，因為早上鑽石比較好。對，所以首先我要感謝安利香港的管理層邀請我來分享。有一句話說，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我曾經也在台下聽很多領導人的分享，然後一步步的從台下走到台上，從零到鑽石到行政鑽石，也是聽了很多成功的領導人的分享，所以能夠有機會站在舞台前，去分享我的故事，希望能夠幫助更多人。我覺得這是我們回饋的最好的方式，所以非常感謝香港的管理層邀請我來。我們謝謝 Anna、Amy 啊，還有 Kelly， 還有很多包括貼身招待我的保姆 Vicky， 還有 Kate， 都把我照顧得很好，也沒有機會餓。剛才點心也吃了很多，到現在還沒吃晚餐，我還在飽着撐着。好，那來到香港要入鄉隨俗，是不是？大家好。